金融發展局新任主席洪丕正期望繼續推動本港嘅金融業發展，為業界引入更多資金同人才。成立於2013年嘅金融發展局係由香港政府支持嘅金融諮詢機構，就開拓本港金融市場同埋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嘅競爭力，向政府提供建議。渣打集團國際業務總裁洪丕正喺1月中接任金發局主席一職，佢希望能夠為本港金融發展盡一分力。我有正職嘅，呢個係我個兼職嚟嘅。咁當然我自己對金融業係有份情嘅，因為始終我哋金融業大，咁所以有咩我做到係能夠幫翻金融業發展呢，都係我個好希望做到少少勉力啦。佢話首要工作除咗檢視政策改善空間，亦都包括向新投資同貿易夥伴推廣香港，並加強同舊夥伴嘅聯繫，以引入更多嘅資金同人才。始終過去嘅幾年，我諗國際嘅投資者對於香港、對於中國嘅了解，我覺得係可以再好啲，包括係去有啲新嘅投資同埋貿易夥伴啦。啲新朋友可能係包括咗東南亞、東盟啊，或者係中東啊、南亞啲等等國家啦，亦都有啲舊嘅夥伴係好緊要嘅夥伴，包括歐美，因為始終呢個資金池歐美係好大嘅。作為一個跨界別嘅諮詢機構，洪丕正話金發局過去提出嘅建議有超過70%獲政府採納，強調建議應該重視質量，而非只係追求數量。係咪100%好呢？咁其實係 depends on 你提倡嗰啲咩喎？你如果你係100%，如果我提倡啲人人都識、人人都講、人人都做嘅，係咪都做㗎啦？你個落墨點係你嘅倡議係咪對於各個金融業個結構性改革係咪真係幫到香港嘅競爭力？質係同量兩樣都要，唔係淨係睇量。為咗應對龐大嘅財政赤字，政府啱啱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將會削減對非政府機構嘅撥款。洪丕正話唔太擔心，認為撥款只係其中一部分，更加重要嘅係有充足嘅人力資源同智力，繼續推動政策建議。